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传播一连串的动作，会使讲全世界在开战，讲要抽100%税金大节电。你看，美国有够粗残，食免钱。安那的网站顶头无支持大道的话语，拢不见呢？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亚太香港总会执行长曲达成。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淡江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政大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连宏仪。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安，大家好。第四位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宏仪。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继续，咱就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扣着对等的关税，敢会冲击到咱台湾高科技半导体的产业呢？那么总统赖清德召开着国安会议，赖总统表示，咱台湾伫半导体供应链的角色是行棋的人，唔是棋子。政府官员的车队一台一台来到总统府，总统赖清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包含行政院长杜永泰、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安财经首长拢参加。因应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对等关税计划，赖总统强调会甲产业以及美国密切沟通，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台湾作为全球最具实力的半导体大国，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来应对新的情势。面对川普总统对于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关切，政府会审慎应对，强化台美沟通，增进彼此更多的理解。除了注意协助业者因应情势的挑战，我们更将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建立 AI 晶片产业链全球联盟，以及高阶晶片关联产业民主供应链。马总统讲，会甲友民国家打造民主供应链，尤其这2年对中投资的占的比率下降，美国将做台湾上大投资对象。行政已经清点甲扩大对美投资甲采购，强化台美伫 AI 先进半导体技术开发制作合作，塑造台美合作新时代，更加对台湾伫全球供应链甲科技安全的角色真有信心。无论在全球供应链体系间，或是区域安全的角色上，台湾都是全球和区域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是棋手，不会是棋子。亚拉美中台3会活动，赖清德讲到，面对中国的态度是拄好，愿意追求共赢的努力不变，秉持对等尊严，推动交流，对话取代对抗，更加强调美中互动甲台美关系绝对不是规盘拢互放弃。作为国际民主社会以及区域负责任的成员，我们希望台美关系的发展持续提升。也可以和美中关系形成良性循环，而非此消彼长的零和赛局。赖清德讲，希望未来创造多赢的局面，新的政策若确保美国利益，台湾甲产业界也使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并且在乱局之中脚步巧在。记者综合报道。咱其实呢，讨论这个议题类似的，已经讨论了不止3届5届了哦。关于你唔能刚刚讲啊，今仔日叫做茶零饭，其实是有一个新的政策。咧发展，应该正确来讲，唔是讲一个政策，是真侪细节，慢慢啊甲咱补能慢慢补出来。第一，咱头后讲，这个北京的官网啊顶头，这个官方的这个网站顶头讲，哇，伫川普领导之下，美国的胜利不断。英语写讲，Wins come along, come all day und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伊讲哇，内面讲到讲台湾的承诺，在川普的关税措施之下，扩大对美国的投资，这头一个。第二个，国务院的网站顶头，甲无支持台湾独立，这个善地。今仔日这阿强啊，迄边又开始大声咧骂啦，另外，总统佫开这个记者会，讲他都讲，这民主联盟。还有高科技的这个产业的
这个供应链爱个做下去。我要先问吼，曲老师，这个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台美的这个经贸的沟通，啊，甲国防经费的增加，这看起来敢若拢是川普要爱的物件哦，钱。无毋对吼，即马看起来就是讲啊，川普咱会记得无？伊伫个第一任的时，迄阵啊，若毋是因为即个2020年吼发生即个 COVID-19 的即个疫情的话吼，伊进前迄个美国的失业率拢差不多是近半世纪以来的上低，差不多3.5%。吼，所以讲伊川普你得看伊第一任的时阵，伊就是足注重即个制造美国的工人的就业机会吼。啊，就业机会当然就是爱靠投资嘛。你若讲，譬如说啊，除了即个制造业回流美国之外，吼啊，外国的这些企业拢去美国投资，因就做者工作机会。那而且呢，你譬如讲台湾，你从即个国防的经费吼。提高到这个3%，吼，占 GDP 的3%。啊，你就是爱甲美国买更较侪防备性的武器，吼。啊，安尼伊就是军工产业，军工产业个扭起来，吼。所以我看这对头到尾拢是共款啦，因为其实咱看进前迄个民主党吼，迄拜登的总统，伊嘛是要互制造业回去美国。啊，所以讲制造业回去美国，即马已经是即个。民主甲共和党吼共同的目标啦，拢共款哦。不管上届总统拢共款，只不过是讲川普伊的政策吼较激进，吼较紧，因为伊要根据这美国宪法第22条，川普伊就是做这边敢4年尔，吼。除非讲伊即马想办法去改迄个宪法，啊若无伊就是其实嘛有美国也甲我讲，你莫小看他哦，他搞不好他要改他做8年哦。确实有一个美国的媒体安尼甲我讲，啊，但是即马目前看的就是这4年，所以这4年伊就是爱足短的时间来做成绩出来。啊，你爱知影讲进前伊第一任上自豪的成绩，吼，就是迄失业率3.5%，吼，啊，伊即马一定是搁是朝向这个目标前进。是，但是吼，蔡老师，我要甲你请教，咱看这个图表吼，这川普真正会真正对着台积电来开刀吗？然后有真侪即个甲半导体吼熟悉的人都讲，无啦，咱台积电趁美国的钱，其实是以后会当摕即个咱这高科技的即个物件，可以趁数百倍的钱呢。无迄个 AI 吼，迄个魏哲家吼，伊讲吼，我若看到咱即个白菜价哦，其他伊卖甲安尼样，我就目屎流目屎滴，吼啊，所以。真正会死压嘛？有人写这个剧本啊，讲吼叫因来甲英特尔合作啦，啊扩大投资啦，而且我咧取消这个补贴啦，啊扣关税，这是真正有效无效？啊，咱应用是啥物？我感觉你讲若要叫咱台湾的台积电吼去这个美国投资这个英特尔吼，其实我感觉这是会当讲。伫现实上，若要叫一个讲做了真好的公司，啊去甲伊参一间已经经营了毋是真好的公司，要甲用起来，我嘛迄是足忝的吼。迄有当像老师咧甲学生啊改文章吼，做想要讲家己顶写一遍较紧吼。我踮你的文章顶悬踮写，踮改来改去吼，若歪的敢若改拢歪的，做歹啊改要正。所以伫即个部分来讲，爱看美国安怎看。当然嘛有真侪人讲，对着美国总统川普来讲。伊嘛无一定希望讲你台积电去甲参与美国公司的经营，伊就是要希望你的技术爱互伊。啊，你若毋是要介入伊的经营，是甲技术爱授权互伊，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讲你授权互伊，伊到底是要会当摕股份转来？那照川普伊即摆安尼做，伊若硬要互美国的公司起来，迄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意思来讲，啊，我若会当摕一寡股份转来。啊！你美国公司咧谈，对我台积电来讲，我嘛是加减猛谈。第三个就是讲，啊，若是摕现金的话，啊，就摕现金就怎准拄煞伊啊嘛。哦，你着爱摕一年甲我买，啊，我着被逼着啊，拄着啊，无要安怎？我一定要逼掉。我嘛是加减啊授权互你，啊，互你来用。但是不管是对一个剧本啦，吼，
虽然讲我是摕现金回来，这也无紧吼，咱毋通袂记讲过去吼，中国伊嘛是想办法要摕咱的技术，啊想办法摕咱的技术，有遐个人通去用无？这是重点。有遐个人通去用无？毋通讲哦，即马看到美国就讲美国绝对有遐个人的。美国虽然嘛有足侪高人，真侪厉害的人，但是美国无因即种人，毋是美国，就咱像拄则主持人讲着，因有足侪比台积电趁较侪钱的企业。咱台积电虽然讲安尼看起来出口700几亿，以因的统计，咱像足侪，但是咱700几亿，伊毋知趁几亿去。哦，伊 AI 趁才几百倍。对啊，咱敢若买伊一个内底的中间材，买一块晶片，伊就会当甲即台机器摕去卖遐贵的价销，所以因会当趁钱的行业太济咧，会当趁钱的行业济，代表这个行业会当付的薪水嘛真济，所以真济厉害的人。伊无一定有起病嘛？对，伊袂来，我互你做好的技术，你都找袂到好的人，两个若斗袂起来，你嘛是小干无法度发展起来啊。所以这爱看美国应该家己要安怎做啊？不管伊选即对一个剧本，伊要取消补贴也好，伊要扣关税也好，其实就基本就咱拄则咱过去有讲过嘛，这个物价一定会起起来嘛。啊，你若这个价销起起来，你即马又甲拄着中国。伊新的技术嘛咧出来，你若无法度好好啊去参中国竞争，这对着美国来讲，你嘛是不一定是好的，对。所以这爱甲慢慢啊去看，我相信川普伊即摆嘛是爱甲咧慢慢啊想，到底爱采取对一种方法，大家会当合作，合作对咱台湾来讲，无一定是讲一定爱去参与美国的公司有关系，迄叫做合作。咱台湾做好的晶片，互美国公司来用，这毋是台美咧合作吗？这嘛是一种合作的方式嘛。合作是大家爱有法度互相信任，合作会久的，这个合作才是真正的合作。伊伫靠袂着就讲，You took away our chips， 你搞阮的拢摕去爱行完啊！啊，这已经真侪人讲啊嘛。这其实毋是咱去甲因偷摕因的晶片，咱都毋是中国个，咱是因为因无爱做的物件，咱较来做。因无爱做的物件，敢毋是讲咱来做？因无爱做的时阵是日本也做，台湾也做，真侪国家拢咧做，真侪国家做啊拢无爱做啊了，较剩咱台湾，甲继续伫即地安尼慢慢啊修，慢慢啊修，啊修啊好无简单，有今仔日安尼品质，啊你也讲我甲你偷，你大家嘛听无啊。所以我会感觉讲，对着美国来讲吼，伊这真正毋是遐简单的代志，伊要叫咱上好的技术等于美国。伊要用伊的行政力量也好，要用伊技术的力量也好，要用伊市场的力量也好，这拢是有可能的。只是讲等于了，伊有法度，互伊的物件真正会当讲变成伊伫美国生产。我是毋知影讲伊要甲变做伊伫美国生产有啥物真重要的意义啦吼。就是讲，今仔日若讲在即个美国有真侪这晶片的人。啊，就拢无即个好的晶片的公司会当来用伊遮的人，伊甲咱台积电叫等于美国生产也好，叫伊参 Intel 合作也好，那安尼来讲，伊会当帮助伊即个当地即个就业，这当然是好代志。但是伊内底伊即马都无啥物少年囡仔想要去 Intel 即种公司，想要来台积电即种公司，这真正有试过啊嘛。啊，你硬要叫台积电等伊，啊，互伊做伫美国做出了歹看的晶片，无好用的晶片。安尼对着美国来讲，美国制造是品质保证吗？这是我感觉美国未来咱会当继续来观察的。这吼看起来是特朗普啊，搁咧想，不过伊出招也出真济，但是这一路呢，回巴日鸟吼，伊出来讲了足济话。我请吼连议长吼，小甲咱整理一下，伊这个手路吼也有关税，吼，一方面啊，国务院也甲你写这，啊，甲日本人啊讲。我要互因参加即个提高因参加国际事务有意义的即个组织，一方面啊创这，啊一方面啊甲阿强啊咧创这，这手路看起来是要安怎解通的？我看吼，这个即马即个川普嘛，一讲敢若拢出一招啦吼。较歹药的是讲，伊即马要针对啥物款的行业，还是讲针对啥物款的市场？但是我是感觉伊的理念啊，一直拢正一致啦，拢正共款啦。什么理念？
伊的理念就是高科技爱落伫咧阮的手头。我记得咱之前嘛捌讨论过一个，就是高科技爱落伫咧我的手头。啊，一寡即个世界的即个战争爱停落来。吼，啊，我无搁要搁继续甲我的美国的资源去援助。吼，啊，啥物人若趁我的钱的，歹势，以前伊是讲。我即马会要甲你扣关税，伊即马但是新的伊的讲法是讲我对等啦，讲真好听嘛，你甲我扣偌济，我就甲你扣偌济，吼，但整理这大概2、3点啊。第一点就是高科技爱伫咧美国，第二就是趁我美国的钱的人，即马袂使搁趁啊，甚至我毋是袂使搁趁啊，甚至我也无要援助啊，所以伊的 USAID 就是国际开发署，伊也无要搁继续。援助啊，过来就是所有的这个战争拢爱停止，我无要搁继续，这大项的钱也好，细项的钱也好，甚至搁第3点就是伊伫咧选举进程，一直到即嘛，拢是伊做这个代志是要创啥？真侪人拢讲，伊甲这个做了，上重要最后就是交中国来这个竞争啊。伊这尤其中国的竞争，较是伊伫咧这个。伊做这个总统，之前总统内底上主要，但是较拄我讲的遐，拢爱先做好势，伊较有迄个条件，较有迄个困难。布局对，较有迄个困难，最后迄场就是交中国互相的这个竞争啦。啊，中国嘛，因为看到这啊，我想你看中国即马对方也足侪迄个动作啊嘛，包括已经足久无看到迄个民营的企业啊，我感觉昨看到迄条新闻，我嘛是就阿里巴巴，真久无出来啊，吼。集市嘅头家也出来，就一寡迄个大头家拢总出来，企业家的作单嘛。好，当初伫咧差不多进前都 COVID 进前，伊家己我会记讲18啊19年的时阵，吼啊，迄个马云嘛，大家拢知影伊伫咧进前，大家感觉讲哦，伊英文也袂歹，啊伊也交即个美国人交即个讲英文的去欧洲吼啊，美国、欧洲哦伊也拢袂歹吼，啊个拄啊领到伊过来内底上交即个西方会使接。互相交接的这种，譬如讲这种电商啊，这种的产业，拢做得真好啊，出头啊，但是伊家己的，因为有人讲一句话啦，但是我想应该内部还佫有其他因素啦，吼，就是讲啊，去有打压，就是尤其是上悬的，迄个领导者来这个打压嘛，啊，大家拢看伊这段期间的一寡的政策，对民营企业是无友善的啦。哦，国进民退嘛，国进民退吼。啊，昨竟然上悬的领导者来接见这个民营的企业，啊，这就是有一个甲安大嘛。过来就讲，咱要共同作战啊，即摆压力来啊，美国的压力来啊，咱所有的力量，包括你的国营也好，尤其是民营的也好，爱大家爱团结起来。即摆对方已经抬到门口口，门口啊，大家爱注意啊。我感觉上重要就是上悬的领导者啊，习近平伊也有感受到即个我较早讲的川普一个破败啦，甲你较多遮看起来拢有足闹热的，但是遮也拢做了，照伊的想法做了啊，即摆要创啊，最后一对付中国，就是中国啊。所以伊家己爱伫咧即个有限的期间内底，伊家己也爱做一点仔准备啊。所以昨迄个我感觉迄个会议是足关键。你讲得真趣味哦，有限的时间。川普的时间嘛，更较有限的哦。哦，习近平的任期是无限的哦。哦，啊，川普是有限的哦，加2档外3档安尼哦。所以应付伊就好啊。哦，应付伊啊。但是我要请教陈教授吼，陈教授你安尼综合来看，经济、国际，吼，不管是围堵也好，布局也好，你认为这件川普伊抓到的核心物件是啥物？是价值？还是价格，吼，有人讲无啦，伊生理人啦，伊掠的毋是价值，伊掠的是价格，但是看起来，佫毋是呢，伊这手路是啥物？拍谁啦？我讲华语哈。那个，川普他其实现在就是刚上任不到1个月的时间，其实就是雷厉风行哈，各个各样的这个其实多面开战，好，就跟他的这个盟友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好，然后就是各个国家都全面开战，但是他对最好的
国家或者区域，其实就是在印太区域，尤其是包括川普就是美日的峰会跟日本的这个峰会，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国务院网站上面拿掉了这个不支持台独，还有就是在白宫的这个简报上面，就是特别还提到台湾的这个要加投资啊这些事情哈，其实在亚洲盟友方面是稍微喘了一口气，但是其他地方的这个所有的美国盟友都要开始适应这个新的这个局面。那其实川普他其实很显然就是用一种我就是要设定所有的议程这种方式，完全跟过去美国那种就是做全世界领导者的这种角色不一样。他现在就是他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种迹象，就是他就是说我美国用1对1的方式要去跟中国有一种要这个定勾机安内的感觉了哈。可他现在他其实就是都不在乎所谓的盟友或者所谓的多边机制啊这些，他比较不在乎，他比较就是说我就是要设定这样，那我就是一个一个牌，就是我就是打出来这样，他其实不太会管说其他人在做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他现在展现出来的一个风貌。那他在国内其实也是一样，他其实展现出来的风貌就是说我的设定就是这样子，我管你其他人怎么样，你不喜欢就不喜欢，没关系啊。到处点火啊，很多人告他。没错，所以他就是要展现出一个就是我说的算，那我可以做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他其实以前的风格就是这样。他其实我觉得他经过第一任期之后，他现在已经有点学到了那个精髓啊，就是说以前还会在顾虑说有不同的这个人啊，会有不同的这个制度，他还比较顾虑。以前他还会顾一下国会，现在都不管，他就直接给他撵过去。就是他很知道说他自己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所以他就是设定好这个议程就直接去追随。那我觉得现在我们要设想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国际局势，以前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国际局势，自由主义所有的国际制度，然后美国设定好所有的这个多边的这个机制、多边的这个规则，所谓之前一直在讲的这个所谓 rule based。就是这个规则制定下的这一个国际秩序，现在川普就是我就是规则，我就是要制定新的规则，我就是要制定新的这个议程。他不管什么国际秩序，他认为所有的事情他的计算都是要以美国的这个利益为主，这样。所以就是说，美国他换了一种方式。以川普的这个世界观的方式，要去主导这整个世界秩序。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说，去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要想办法再让我们的这个国家利益去跟川普的国家利益尽可能，对，这样子，这样才有可能就是相安无事。不然的话，可能他一个不开心，因为川普他的特色就是他很喜欢那个立即有效的数字，所以他如果没有看到立即有效的这个效果的话，他就会生气。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去做一种。立即有效，立刻可以见到的事情。讲到大头家做歹事啊，迄种，但是是不是有这种可能？伊甲这盟友，伊个后面，唔那是特朗普呢？我看伊那副总统 Vance 对人的这个国家，欧洲的国家讲话嘛真无客气哦，咁咪刚压啊呢哦，起码就歹了哦，全刷了讲好，我就来甲你上讨厌的中国，我来甲你革命，我甲你创。哦，我颠倒来对抗你美国，咁这种可能？这个有双面的效果哈，就是它一方面其实是它其实都蛮抓得到痛点的。那欧洲国家的痛点就是他们过去都非常的依赖美国，就是他们的这个军费支出可能还需要再增加。就是美国当然是出了很多的这个资源在欧洲，那这个然后还有就是欧洲国家的能源需求其实是在依靠俄罗斯的。那所以这个痛点就是他们美国知道说，你欧洲国家就是太依靠了俄罗斯，太依靠美国这样，他们是确实需要欧洲国家付出更多。可是他现在采取的这个手段是一种非常震撼式疗法的手段，就是你就是立刻给我这样，我美国就抽手了，不管了，你们自己去搞了，大概是那种这个手段，就是说他的手段是非常的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就是用一种非常快速的这个手段。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要注意的是，他其实在推行他的那个政治议程，就是跟极右派做联合。因为像J.D. Vance 就是副总统去了欧洲的这个演讲，它的内容跟他们在国内的这个演讲其实如出一辙，就是去诉诸那个极右派哦，去诉诸那个极右派，去诉诸就是反移民，然后反对所谓的这个政治正确，反对所谓的这些歧视、仇恨言论等等。他就说你这全部都是钳制言论自由。他其实在推的是一个我们隐隐约约看到的是一个取代既有自由秩序的一个新的极右派议程的这种全球化的美国，这是有可能会出现的这个状况，这样子。所以老师他咧讲到一个重点哦，这叫做新的全球化。我要来请教连议长吼，
有人讲无喏，川普这毋是高平主义哦，这是伊新的布局的川普的全球主义哦。我讲了准算，我要叫你安怎？但是有的人吼，你讲食叫我安尼随着囤这个地铁单哦，我食了都搁较疼。即我看迄个后面哦，讲哦，我要甲你客，敢若客水客迄威士忌吼，要客到互你疼。但美国人说袂要紧，我来别位买。对，就是讲这个，较早主持人讲的吼，可能伊的想到的议题，可能有针对着全球，但是应该毋是全球主义啊，应该是单边主义、单边的主义。高平的。对，高平啊，单边的主义，就是伊，就较早丹老师讲了真这个清楚吼，就是伊认为伊家己想的，伊要做的议题，或者要做的代志，伊就是爱观察到底，就是爱做到底啦。好，就是部分啊。爱看到有即个，较早丹老师嘛讲了真好吼，就是讲是毋是因为是迄个生理人的关系吼，伊就爱看有数目字，就是爱有真即个真紧，就爱有，第二个爱政策落去了，就是爱有效，爱有上无爱有数目字来互伊了解讲哦，我即马即个政策落去啊，我是得到啥物，吼，这真重要，所以真侪人咧讨论伊的迄个想法啦。我较讲较歹预测的是讲伊甲伊的幕僚即马要接落来是要针对啥物议题，但是伊的理念，伊想要做的代志，伊的原则其实是还阁算真清楚。但是院长，如果那是安尼的话，那么咱台湾除了头拄咱看这新闻段，赖总统讲哦，咱即马吼提高国防预算GDP 的3%。咱要参与着民主联盟，咱要来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供应链爱巩固起来，哦，尤其哦增加着韧性，这种听起来吼，这种我来讲这 American sentence， 这个美国式的这个话语啦，迄完全种一字一字的教因的艺术咧讲，如此这般，咱有通度过这个关卡吗？还是讲？台湾应该还阁有其他的路通好行，有啥其他的选择？有人讲哦，今年应该台湾真侪外交国家拢会过来复交，敢有这乐观？这应该都爱观察的，就是讲回答较多主持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川普伊面对的是全球啦，是足侪国家的，所以伊咧针对你的时阵，你要好好啊欢迎了以后满意了。第一关你就先过，伊就搁针对别人啊。后届看去偌久，较搁细得来，搁对你。所以第一回合，拢足捌伊的咧。第一回合，较多赖总统安尼，伊宣布了，迄个川普有人，我感觉有媒体写到真好啦，讲已经已读啦，已经已读啦，已读啦，就讲已经喺伊的白宫内底的迄个伊的成绩单内底啊，吼，讲台湾即摆同意吼，要来给带美国的即个投资啦，吼，对吧？但是讲第一回合，伊针对你的时阵，你的回应已经伊第一个阶段，第一回合满意啊。后届佮当时佮扫着你，就爱佮看伊即摆针对啥物人了，看就爱预测讲，当时伊有啥物迄个议题对你是有兴趣的，就爱加研究看后届伊也佮针对着你的时阵，你要安怎来回应？这我感觉。伊可能爱2-3届啦，会扫射2-3次，所以这可能爱注意啊。即摆大家较侪咧讨论的就是这个台积电嘛，较多蔡老师嘛讲啊，真清楚嘛，好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有足侪的剧本啦，好，那剧本我是感觉啦，好，虽然这是较多蔡老师讲啊真清楚，我感觉也是转来着迄个高科技爱转去美国，这个上重要的部分啦。但是这我是感觉台湾。上重要爱收掉的，因为这是上基本的。因为较早蔡老师讲足侪剧本的，只要是这个剧本，就高科技伫咧台湾其他那传破功，伊想要安怎，我感觉是会使配合啦。高科技留喺台湾，这开始上重要。Couldn't take away 安尼。对。但是蔡老师，咱敢有讲真正有通啊讲落伫咧手内讲无提去，某种程度，即摆现主席台积电就要慢慢配合啦，吼。有的人讲无来出一招，
来请，反正台积电内面有政府的，这个董事有一席嘛，一席两席，无派咱的前总统蔡英文去做总统，规气安尼吼，互因去甲伊计较，这敢是一招吼？我是唔知影这是啥物招啦吼，但是对我来讲吼，以咱蔡总统的官度来看吼，伊根本就无需要去做啥物当事要创啥？伊就这样出来替咱台湾讲话啊，所以去讲这个当然，我知影讲真侪观众朋友对着台积电的未来，对着咱台湾的未来拢真关心啦。但是叫总统去做台积电的当事，这我是想无啦吼。转来拄则主持人讲的，连老师嘛有讲到的，讲这个台积电的问题，我相信高科技的物件，伊是一定爱摕到手啦吼。对咱台湾来讲，当然台积电我相信伊嘛家己会判断。啥物判断？因为大家拢会讲，上先进的爱留伫咱台湾，吼是讲你若要先进的要去美国，你嘛要有一手伫台湾。我相信以美国即卖的现主席的状况，以咱咧讨论即句建落来看，台积电伊一定会伫台湾留一手。谁哪来讲？你若美国遐若生产了袂拄好，你毋着怎啊现带起来？你一定爱台湾才有一手。伫美国遐，啥物时阵工人？地高平。对，工人伊若啥物时阵你找无人？啥物时阵美国？毋是干那讲，足侪产业团体拢讲咱台湾欠水、欠电、欠劳工，敢干那台湾欠尔？美国敢无欠？美国嘛是足欠的咧，澳洲嘛足欠，欧洲嘛足欠，所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啊。所以对着厂商来讲，伊一定会比美国嘛有厂，伫咱台湾嘛有厂。上先进的一定会放伫一定必须要放伫台湾，莫袂记你讲。台积电伫前一阵仔较成立一个研发的中心，放伫咱台湾的新店尔。所以对着这点来讲，我是感觉讲，半导体咱会当尽量做，就尽量去做。当然，美国伊要求咱的，我相信拄则大家讲着讲，伊需要咱啥货，只要咱做会到的，伫谈判的顶端，我感觉咱若做会到的，爱甲做较济，互伊讲伊摕较济，伊就袂一直咧注意啦。因为对着咱来讲，因为咱本来就是需要参美国的市场徛做伙啊。因为美国伊就是一个较高锁定的这个市场嘛。欧盟嘛是一个高锁定的市场。问题是伫美国即马的高锁定的市场比欧盟叫做稳定的。因为欧洲即马是对我来讲，虽然我学经济，我是感觉是相当分裂的啦。吼，拄则主持人讲。后面会讲，因为讲美国即摆要对安尼对待你，你着去找中国无？迄毋着请鬼摕药单？你今仔日敢有可能讲一个本来参你袂歹的人，开始咧对付你，你甲伊找迄个过去一直欺负你的人，一直咧甲你偷技术的人，去咧甲你摕市场的人，无啥可能嘛？但是对着后面来讲，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讲伊有钱的参无钱的，关锁着参。有影差距离真大。这国家我感觉这分裂会开始出来，会愈来愈严重啊！这是就我家己的观察来讲。散起来国家敢会脱队走去找中国？嘛有可能啊，伊有可能会脱队但是脱队就爱中国有法度互伊加较侪钱，伊脱队较有效啊。伊毋通说脱队去了摕一件到要转来，你就无法度转来，你就加舞的啊。会骗蒙骗啊！这就变成洪都拉斯白的这个例就是足明显的嘛。对着台湾来讲，当然，我相信罗总统有提出拄则讲着讲这个晶片联名的代志。其实我感觉台湾有当时爱跳过来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啦，咱袂当甲一直想半导体啦。咱怎啊变成讲一直讲这个半导体若美国提伊要安怎，还是半导体的厂商？你拢无去想其他，其他咱免去美国报告，其他咱会当来做。啥哪咧？因为台积电伊今仔日伊若减一个厂伫台湾设厂。台湾袂安尼怎啊无伊啦？台湾若安尼怎啊无伊吼，代表咱台湾政府过去拢无做代志啦。你若一个厂过美国以后，你加出来资源，加出来这个水、这个电，你油源还是爱多元发展？本来就是爱多元发展啦。你一讲到尾，你敢若烦恼讲你若参美国徛想我要安怎？你参中国徛想我要安怎？你参欧盟徛想我要安怎？你若无想讲若遮个国家的人拢约来咱台湾佚佗的时阵，咱有法度甲加谈挂无？咱伫晶片的部分，让利马紧，但是咱伫
旅游的部分，咱伫在地需求的部分，咱安怎互咱家己台湾的人民讲啊，川普伫遐安尼讲来讲去，但是我伫遮的生活嘛是过了真好啊，遮的房价嘛是我买得起啊，我嘛这是对咱台湾来讲上稳定的，因为你爱互人民对你这个政府有信心了。伊较有法度有信心，知影讲你有法度安怎去对着这个国际关系。是。啊，要有人民有信心，就是爱互伊上无基本的爱互伊食有饱，爱互伊会安心嘛。我是感觉政府伫这部分吼，会当趁这个机会，好好检讨一下，甲加做寡，对着咱台湾人民，对着咱台湾的生活环境，安尼较有较大的帮助。是。安尼吼，我们问吼，这香港亚太香港总干事吼，柯老师。咱台湾除了台积电、晶片这个产业，还佫有其他，今仔唔是咧问股票啦吼，还佫有其他什么产业，是在这个短时间5年的时间之内，有这个快速有通发展，还是讲10年不要紧，咱即摆开始已经开始咧做，咱有影会当来扶起来，吼，起起来。我想讲那准做讲。要卖讲所有的资源啊，重心拢放喺这个半导体、台积电啦吼，那就是爱创造一个较好的这个经营的环境啦，吼。啊，你也知影讲，咱台湾其实做一个隐形冠军嘛，吼，做一个中小企业吼，其实真有竞争力吼。那问题是，譬如讲，这中小企业，比如讲石化运输啦，啊，机械纺织，吼，这吼当然是，譬如讲，这传统的呢。这传统的对啦，啊，但是你即马你若讲我上所有的资源，甲这个你的焦点放在高科技，啊，你就是要去顾这个传统产业嘛，对不？啊，你只要教你讲是安尼啊，对不？是。好，那到这传统产业，其实咱就必须要回顾咱过去这20多年来的这个历史，就是2000年开始吼，全世界开始咧签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哦，签足济啊，咱台湾因为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国际压力，所以讲咱的这个所谓的 Free Trade Agreement 的 coverage 哦，较低，所以这资源就是涌向高科技啦。啊，高科技就是因为有这个资讯科技协定哦啊，电子零组件啊什么很多都是有关税嘛，所以说有这个原因，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互咱的一寡资源啊，甲政府的政策啊，去补贴一些啦吼。啊，你即马你若讲正要讲这个股票的话啊，吼，你看台积电伊来表现无好，伊讲股市就歹看嘛。就减少1/3的去啊。对，啊，其实政府嘛是有想办法啦，譬如讲较早政府就想讲，咱来发展可能生技产业，看能不能这个有机会，但是这就是。需要时间啦，吼，你看较早迄个咱蔡总统迄过去迄8年，然后嘛是想办法要将生技产业扶起来嘛，就不要全部依赖这个半导体啊。但是这今嘛目前看起来真的是台湾的经济就是靠这个富国神山最主要在支撑啦，吼啊但是我同意啦，就是讲咱产业发展应该要雨露均沾，吼，在政策上应该让其他的产业都有机会啦，吼。啊，所以讲，我来回到他拄仔你讲的迄个对等关税。好，其实对等关税已经传破这个行政命令跟台积电关系不大。好，他现在台积电的这个要对台积电课100%关税，这不是在这对等关税，因为如果对等关税的话，那就彼此零关税啊，因为资讯科技协定是零关税嘛，哈。那其实这个对等关税的这个 MOU 这个原文哈，我有去甲看，伊唔是干那关税哦。伊即马这个，若讲要甲你谈这个部分吼，包括你的非关税障碍，好，你有补贴无？好，那包括你有没有对美国的企业课其他的这个企业税？我看他有。做有哦，那个要去看，那个其实那个 MOU 里面写得很清楚，不是只有关税哈。那所以说我在想说，到时咱若要建甲美国谈的时候，迄可能就是爱。其他还准备的项目，甚至讲个汇率哦，有啊，操纵汇率的，操纵汇率。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对等哦，其实英文是 reciprocal tariff and trade 嘛哈。那其实 reciprocal
它可以把它放成对等，也可以放成互惠啊。互惠啦，互惠啊吼。所以说我是感觉讲，反正咱即马台湾就是咱头讲的嘛吼，咱的 Free Trade Agreement coverage 足低吼，那你搞不好趁这个机会，干脆跟美国谈彼此的第一个降关税，第二个 deregulation 哦，这类法规解禁。好，想办法把它往老师啊，你这唔就讲到这21世纪贸易倡议？无啥赶快，因为21世纪最主要是 deregulation 哈，但是他没有谈到这个市场准入的这个关税调降，所以讲我是感觉讲，起码既然川普丢出这个对等关税，那而且已经签了行政命令了嘛，哈。那我们准备跟他谈，我们就是朝这个双边自贸协定的实质，好，但是川普他当然不可能跟你签协议啦，但是你跟他谈这个自贸协定下的实质的这种关税调降跟一条下了对吧？对啊，这个我感觉咱台湾免惊的是，咱出口导向啊，美国进口导向啊，好，当然现在有很多在讨论说，哪那为后边呢？咱的这个汽车关税17.5，美国只有2点多，美国车大主进来，我干嘛别惊？你就算美国车卖这更便宜，你觉得台湾消费者会青睐美国车吗？不一定嘛，不一定。所以说，我觉得往这一方面去跟他谈，然后去锁定实质的跟美国的双边的自由贸易，用我们的自由贸易来迎接它的公平贸易。哦。安尼，陈老师，你认为这敢是一种方式，就是讲经济上是全面，但是带有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妥协，会当甲伊谈啊，但是有可能换来川普对咱全面性的善意。有人讲，这你莫去望讲川普咧对咱安尼台湾啊，遮好安尼啦，无啦，伊无咧想讲你台湾就敢若笔头安尼一点安尼啦，伊袂安尼想，咱应该安尼如何较适当来看待川普这个人，这个政权。有人讲，你美国人就是歹心性，一路拢是美国帝国主义。其实不管美国是怎么样的这个想法了，那我们台湾自从1950年代开始，其实就跟美国是国家利益是高度重叠的。不管再怎么样，我们都还是处在这个地缘政治上所谓第一岛链的正中央的这个位置。所以就美国来说，基本上他们不太可能就是让台湾就这样子被随随便便的卖掉或者是怎么样，黑吉不扣零耶啦。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就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去看清楚说，那川普他想的国家利益是什么？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地方是可以跟他重合的？其实大部分都是重合的。就像刚才邱老师有说到嘛，就是美国其实是要进口了非常多的东西，那我们出口了非常多的东西。那如果你要讲说这个自由贸易，那我们双边其实都会互惠。那所以说像这种例子就是，那另外除了像经济的例子，那政治上、军事上的例子也是嘛。就是说，川普说你给我多买一点这个武器，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真的需要，我们需要就是要加强我们的这个国防。所以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是重合的。所以并不是说美国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不是，因为他说要的东西我们也要，所以就是说那刚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趁势的去比如说升级台美之间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合作去升级我们可以买到的这个武器的这个数量跟等级，然后呢，在各方面都可以去照这个机会就是这个机会之窗去跟川普谈。那当然他显现出来的样子我们可能不太喜欢，他显现出来就是很凶然后就是好像一副要欺负你的样子。可是就是因为刚好我们在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中心位，所以其实我们跟美国利益其实大部分时候是可以重合的。就算他凶没有关系，但我们实质上我们说的这个所谓 working level， 就是这个工作层级的那个各方面的外交也好、经济也好、就是政治军事也好的各个方面的这个谈判，都不会是川普自己来谈嘛，一定是他的这个团队来谈。对啊，所以说我们要去跟他的这个团队的人，就是保持良好的联系，然后继续去一个一个去谈到说最符合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家利益。那这些我们这样给出去，像赖总统之前宣布的这些给出去的。增加对美国的投资，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讲的贸易，还有这个增加这个军售，全部都是对台湾有利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用怕说什么好像美国在欺负我们，然后什么的，其实不会，因为我们其实长期以来跟美国之间其实就是一个伙伴的关系。那只是说接下来我们的这个
这个做法，还有这个说法跟以前不太，因为以前美国就是说你们就盟友，好像拜登时期这个拜登时期的这个国安会这个苏利文，他就直接说台湾跟以色列一样的等级的盟友，哇，那我们听到就觉得吓一跳，我们自己说哦，我们原来等级那么高，对，所以这是拜登时期他们就这样讲，拜登自己讲说我们就是会有这个保护台湾的这个承诺这样子，那川普现在不这样讲，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就是可以知道他想要什么，那我们就是照着这个方式去谈，那我觉得可以拿到很多我们自己也有很有利的这个包裹。听起来吼，当然是较务实，就是讲啊，实际上咱就需要人保护。啊，长久以来历史发展还50年代到打，嘛是咱国北，嘛是伊甲咱援助，咱台湾起来安怎拄安怎。啊，你就莫搁去想讲，爱是毋是阮阿爸哦，我就会当啊，甲伊做生意安尼，大家啊快乐过日子，安尼就上好。不过我要请教连院长吼，动不动中国这政权就甲你讲，你唔通认贼作父啦，你爱有民族主义啊，你哦去美国帝国主义安怎拄安怎啦。但是这安尼落去，你来预测中国在甲川普的谈判顶头，中国敢有根据伫个政治根据哦？譬如讲普京，吼，我莫参加普京，我就可能会得利。这个敢有效？美国敢有敢再好讲？你就莫去甲川普斗，你就莫去甲普京斗相共，我就真欢喜。啊，我这乌克兰我会当来处理掉，敢有遮大的角色？一定。对于川普就任以来嘛，吼，正月20到今嘛，吼，那甲看到川普家己一个人咧讲话啦，吼，啊，对足侪伊的盟友啦，吼，啊，伊嘛有对这个中国扣税嘛，吼，那中国伊有反应嘛，但是你拢真少知影讲中国伊到底正式的反应到底是安怎？但是即马有一个机会会使看，就是美国甲俄罗斯的谈判，就知影俄罗斯伊会交美国提出来的条件，伊是毋是伊拢是伊家己有法度出的，还是讲伊的后壁是毋是有人咧来甲援助伊？好，但其实对美国甲俄罗斯接伫迄个沙烏地的迄个谈判的时阵，你就会使看得出，你就会知影对俄罗斯提出的条件当中，你就知影中国有反映什么角色啦？就是讲伊会使，伊既然俄罗斯会使提出来，代表你其实你会使算出伊到底有偌济即个条件嘛？啊，伊讲出来条件超过伊会使伊本身的条件，代表伊后壁有人咧个有人答应会使替伊来援助伊就对了，吼，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观察点，因为这一个月以来，你敢看到川普家己咧讲话尔，你无看到这个普京甲迄个习近平直接咧讲，啊，伊习近平出来甲看到伊家己咧讲较歹听，就是咧伊咧团结伊的国内的这个力量嘛，啊，我较早已经讲啊，伊即摆就是要团结国内力量，伊要甲这个，尤其甲这个民营企业要讲，咱即摆这个目前吼，这个外国人已经抬过来吼，恁大家吼国家也是对恁真好吼，那大家爱团结起来，吼，对这个部分，我想这是第一吼，会使观察的点啦，吼，因为这美国甲俄罗斯啊，因为这个点除了交中国肯定着中国，中间就是迄个乌克兰嘛，对对嘛，吼，啊，即摆目前有记者咧问讲啊。乌克兰有要参与无？无。伊无讲无，伊讲阮讲了吼，到时阵有一个机会，乌克兰会来参与啦。啊，伊是来参与，还是去用？甲伊讲啊，阮已经讲好啊。我叫俄罗斯讲的条件是安怎？你就是稀土来的对啊。对哦，啊，但是稀土本来看起来敢若迄个泽伦斯基有答应，但即摆。敢看起来，但是你要注意听伊的条件，伊是讲因为美国伊要爱这50%的稀土，啊，美国开的条件是啥？伊无讲清楚，伊无讲无啊，伊讲啊，你美国无讲清楚，所以我50%的这我袂使互美国。啊，这是啥物意思？就是讲我是愿意，我是同意的，但是你爱甲你要互我的啥物？啊，先甲我讲啊，啊，我感觉满意啊，啊，我这50%啊，就是你的嘛，因为。这50%，你也去看进程，伊迄是伊家己当初家己提出来，伊甲川普的这个团队答应讲，这会使提出来。伊咧讲迄时候，我带一条迄个家本呢。
啊对啊，这已经做买到本，买到，所以伊只要看，所以伊咧最听伊讲是讲，美国也无真清楚甲伊讲啊，到底即个美国是要援助啥，还是讲伊伫俄罗斯咧谈判的时阵，伊是要伊的条件是啥，伊拢无讲啦，拢无清楚，所以伊袂使签，伊无爱签，伊也无讲无爱互伊，是讲你爱美国你爱真清楚甲我讲，啊，但是这个符合。川普我甲你讲的，伊谈判来讲，伊无可能先甲第一排先讲出来，因为伫伊个选举进程，伊就定定足侪迄个媒体来问讲，哎，台湾的问题你是安怎看法？伊拢讲，啊，我无可能即摆就甲你讲啊，我即摆甲你讲，我第一排我就先现出来，好，所以袂讲，所以伊注意看，你看泽伦斯基伊讲伊50%，伊要签的时阵，迄个啥白宫的回应是讲伊缺乏远见啊，意思就是讲。我基本上会替你争取，意思是讲你戆啦，你以后啊，佫有安怎？我会甲你争取，但是今麦我袂使先讲，啊，你唔免烦恼，理论上应该是安尼，我要的啦。但是这就是爱依靠，就是爱看伊的诚心啦，我唔敢讲良心啦，但看美国的是毋是有这个诚心，较像遐伊，佢讲你唔免烦恼，我客人我一定你的利益我拢甲你记伫迄个心肝底，啊，我一定会替你争取，但是这食歹讲爱看结果出来较知嘛。就叫俄罗斯谈判前最后结果是安怎，较会知啊？是不是安尼？就知啦吼。但是一旦发生这个结果，对咱全球性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尤其今年吼，有人预测，若是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来结束，哇，这个石油也好啦，还是其他的民生啦，是欧洲啦，拢会来大起大好。啊，对着咱台湾呢？老师，你安怎看？我感觉因啊，当然任何一个国家之间战争对着世界贸易绝对拢是歹，这是当肯定的。所以你若讲乌克兰参罗西亚遮，因若有法度真正战争会当好好啊来双方怎啊停落来，我相信这是好的。但是若是讲互罗西亚会当摕到较济咧，啊未来对着未来经济。无确定性，迄是真悬的。哦，就是讲我就先安尼讲起来，啊，可能甲你放2档、放3档拢无代志，啊，第5档、第6档又要开始出代志啊，这就无一定是好的啊。好，所以你若敢若要讲，咱敢若会当就战争啦，讲怎安尼会当慢慢嘛袂当伤天真呢，袂当伤天真，因为咱即嘛无天真的本质啊，因为咱边啊有一个中国伫遐，所以咱绝对无天真啊。但是我感觉。你若要讲今年的这个全球的经济啦吼，讲实在面对着川普安尼对着世界各国吼全面性的扣关税吼，这是真正对着咱各国来讲是对等的，因为对大家拢相共，无人会当撇买。对，所以伫这个情形下，会当肯定的一件代志，就是全球贸易可能慢慢怎降落来。嘿，啊对着出口会当偌好，这我是看袂到。重要的是讲，那遮个高所得的国家，比如讲加拿大，比如讲欧盟，你若真正乌白甲我扣落以后，我嘛要甲你扣倒转去，变成讲两个怎双方互相淡仔扣关税话，对啊，你物价就起起来，你物价起起来，世界各国物价起起来了，啊，咱一般人民的。那第啊，就愈来愈无钱啊嘛，因为钱就无通去开啊，钱无通去开，会当买到这些物件会愈来愈少嘛。有一寡会当放较久的物件，用较久的物件，我会当动就尽量动，我就较慢买咧。所以伫这个情形下，对着咱台湾来讲，当然就袂当有一寡消费佫无提振吼。是，哦，这就要注意呢。是。不过柯老师吼，我有看到今仔新闻纸咧写讲。这个咱台湾出身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林业夫啊，讲吼中国今年啊，吼会开高啦，啊，开高了中价啦，啊，佫会扬升啦，上后尾佫袂歹，会超过 GDP 会到5啦，讲中国会绝对会好起来，吼，老师你安怎看？林教授吼，我捌谈新加坡甲伊见过面啦，吼。啊，你也知影讲，伊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但是伊即马你就知影讲，谈中国大陆迄个情况，你敢会使讲实在话？你讲实在话，你就足歹。直接甲破开就对啊啦。啊，我是也
不忍心搁甲讲伊使来，伊其实顶边但是甲我拄着伊讲，伊足想要倒来台湾的，啊，但是你也知影，他有很多的压力吼，啊，所以讲你即马你想讲伊人伫遐，伊敢有走甲你讲实在话，啊，所以老师你认为这是歹也歹啦？我咧想，中国可能即马你讲要搁回去平均5% 的这个成长率，可能较困难啦，吼，因为目前就是伊一寡问题，包括债务的问题，都无法做个解决吼。那你看伊即马当足个国家啊，搁是咧处理通膨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伊即马是咧通缩的这个期间吼，包括这个过年的时阵，理论上吼过年开钱呢，开钱落，迄个通膨的这个需求拉抬的力道会起来，好，但是你来看伊的数据，对吧？啊，搁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个通缩的压力吼。所以我咧想讲，伊即马目前吼，像他拄仔迄个院长有讲，伊即马召集这个一寡名扬的企业家吼，伊即马已经是货币宽松，对不？啊，财政刺激也要压落啊吼。搁来，我咧想应该是法规解禁，法规解禁后，